啊，什么情况？伯父这是要干什么？难道要试探老公吗？对，应该是的。哎呀妈，那到底干？哎，干啥？这个怎么样？你在不是菜呀？哎呀，老妈，老妈，我就只想，不是谁都不敢想。无法深藏，爱与阳光相对着。我说的早就回答了。只是能不老是会死过。我跟你讲，那干啥？老大金梅，没买到，哎，这个是。